鞋，人人日日都住，屋企鞋一多，收納就真係頭痛。但你知唔知鞋擺錯地方真係會漏財又傷身體？第一，睡房千祈唔好亂咁掟鞋，尤其係租樓嘅年輕人。睡房就係你嘅主場，但呢度係你休息養神嘅淨土嚟。鞋從外面帶翻嚟嘅灰塵、細菌同雜氣，會嚴重干擾你嘅睡眠質素，仲會壓制財運，影響事業。千祈唔好以為擺幾對無事，只要亂晒龍，氣場就跟住亂晒嗱嗱。第二，露台，特別係東面，唔好曬鞋或者堆鞋。露台係屋企陽氣最旺嘅明堂，係納吉氣嘅地方。鞋堆喺度，等於將污濁之氣直接引進屋企。日子耐咗，唔單止運勢下跌，屋企人健康都會受影響。真係要通風嘅話，曬完即刻收翻入嚟。第三，廁所更加唔可以放鞋。沖完涼，順手將拖鞋丟喺廁所，大忌離奇。廁所本身已經係濕氣、穢氣聚集地，鞋沾埋呢啲負能量，再鑄反上腳，等於將啲霉運踩反入生活入面。記住啊，好風水唔係咩玄嘢，而係整齊有序，鞋歸位，財氣先穩，空間清靜，好運自然嚟。